一個樽，一封信，竟然掀起咗一場人性嘅掙扎。究竟係偶然，定係有人刻意嘅佈局？正義與邪惡嘅糾纏，最後會鹿死誰手？兩個人嘅命運，最終又會有咩走向呢？4 Guys 原創廣播劇《瓶中醉》第9集。自我親愛嘅正義使者，我真係完全可以想象到你嘅樣。當你喺第2個水箱蓋下面攞起嗰把染血嘅刀，你嗰種震驚、憤怒，但係又充滿住恐懼嘅表情，一定好精彩。我實在太後悔啦！我點解唔喺嗰度裝返個 cam？ 咁我就可以好好咁欣賞呢場正義使者崩潰嘅 live show。林捷，警員編號78342，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碩士高材生，2013年入警校，以銀雞獎最佳學員身份畢業，一出學堂就係見習督察，派入西九龍重案組，屢破奇案。曾經試過1年之內偵破7宗大型兇殺案，平步青雲。2023年以35歲之齡成為警隊有史以嚟最年輕嘅警司之一。我講得有冇錯啊？我的確對你了如指掌，係唔係嚇親呢？有個人竟然對你嘅一切咁了解，仲要諗盡辦法，一步一步咁接近你。你唔係喺封信入面好自負咁話自己先係正義咩？話要將我揾出嚟，我歡迎，我非常歡迎。即管用盡你嘅辦法，用盡你警司嘅權力將我揾出嚟。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揾到，只不過我只係怕你唔夠時間。喺你揾到我之前，我諗你要先好好咁處理自己嘅往事。7年前西貢畫家碎屍案，死者梁有成，兇手張志堅，而你林捷當年嘅督察主張張志堅就係兇手，而你亦都咁啱得咁巧喺張志堅屋企嘅床下底揾到一把染有梁有成血跡嘅刀，證據確鑿，張志堅最終被判終身監禁，而你就因為偵破呢單奇案升職加薪，前途一片光明。成單案真係咁簡單咩？你話如果俾人發現到呢隻消失咗7年嘅斷掌，仲有我送俾你嗰把先至係真正嘅兇器。我諗好多人都會對你當年所謂嘅證據確鑿提出質疑，特別係你喺張志堅屋企揾到嘅嗰把染血嘅刀。呢把刀究竟係點樣得嚟？
我真係覺得好有趣。哦，係啦，最後提一提你，短期內我唔會再俾回信你，你都唔需要再寫信俾我，我會喺適當嘅時候再揾你。點解？因為我相信喺接下嚟嘅日子，你將會好忙，非常之忙，而且喺呢場捉迷藏遊戲入面，你已經落後太多啦。林警司，為咗公平起見又好，或者好似單純唔想呢個遊戲咁快完結又好，我決定俾啲時間你，好好咁去調查，用盡你嘅權力。我好期待你會查到啲乜嘢，相信你亦都唔會令我失望。作為你最忠實嘅粉絲，孤獨的罪犯。去啦，林哲，去跑啦，去填補你7年前留低嘅漏洞，去掩蓋你嘅罪行。但係你跑得越快，你嘅影子只會被拉得越長。去啦，去見下你嘅作品。一個偉大嘅藝術家，點可以唔去回顧一下自己早期嘅作品啊？Four Guys 原創廣播劇《瓶中罪》第9集已經播放完畢，多謝收聽。Cyrus 飾演孤獨的罪犯，Will 飾演正義的使者，編劇係 Cyrus， 製作係 Cyrus。瓶中罪會喺每個禮拜二晚8點鐘準時上線。想睇孤獨的罪犯同正義嘅使者正面對決，就記住每個禮拜二準時收睇啦。我哋係 Four Guys， 如果中意我哋嘅創作，唔好猶豫，即刻用你嘅小手手俾個 like 我哋啦！記得撳埋個鐘仔同 subscribe 埋我哋嘅 channel 啦，我哋會不定時出更多嘅新作品噶。最後提提你，如果你都中意聽廣東話廣播劇嘅，可以 comment 留啲意見俾我哋噶，仲可以 share 埋俾你身邊嘅朋友仔添。